2000年，廣東佛山曾經發生過一宗慘絕人寰嘅大案，兩個年僅4、5歲嘅孩童被活生生埋喺石榴樹下窒息而死。到底係咩樣嘅兇手先可以咁狠心？但估唔到令人震驚嘅係，案件真相大白之後，呢個兇手唔係其他人，而係佢哋嘅至親家姐。2000年11月11日，廣東佛山西岸鎮一位叫余金蓮嘅母親，照常落班返到屋企之後，卻發現自己年僅5歲嘅細女同4歲嘅細仔唔見咗。原本以為兩個小朋友係貪玩，或者過一陣就返嚟啦。但係等到食晚飯嘅時候，余金蓮始終都見唔到兩個小朋友嘅蹤影。呢下佢就開始有啲急啦。於是余金蓮問咗今日一直留喺屋企嘅大女劉婉玲，知唔知道弟弟妹妹去咗邊？劉婉玲話佢都唔知。余金蓮即刻出門揾小朋友，同村嘅村民知道件事之後，亦都加入咗尋找兩個小朋友嘅行列。但一群人將條村翻晒遍，都冇揾到兩個小朋友嘅蹤影。察覺到件事唔對路嘅余金蓮即刻報警，仲將丈夫劉月華從佛山市區叫咗翻嚟。接到報警之後，差人為咗盡快揾到兩個小朋友嘅下落，加派咗警力喺西岸鎮進行大範圍搜索。差人劃定咗以西岸鎮為中心，方圓10公里範圍進行搜索。但係差人將劃定嘅區域全部搜查完之後，依然冇發現兩個小朋友嘅蹤跡。呢個時候，村民同差人講，西岸鎮有一處後山，呢座後山平時好少有人去，不過離鎮上面都唔遠，會唔會係兩個小朋友貪玩跑到山上去咗？得到呢個線索之後，差人決定去後山搜查，而且差人認為呢座後山好少有人嚟，如果兩個小朋友真係去咗後山，留下嘅痕跡應該好容易被發現。於是差人一邊搜查，一邊仔細觀察腳下嘅痕跡。就喺呢個時候，搜查隊伍入邊有位警員有咗發現，原來警員發現咗一棵好古怪嘅石榴樹。呢棵石榴樹嘅樹葉枯黃，枝葉仲呈下垂嘅樣子，同周圍綠油油嘅樹木顯得有啲格格不入。差人抱住唔放過任何線索嘅態度，對呢棵石榴樹進行勘察。勘察發現呢棵石榴樹下嘅泥土冇雜草，而且仲好鬆軟，明顯係啱啱被翻新過。但呢座後山好少有人嚟，邊個會喺呢度種一棵石榴樹呢？差人出於職業警覺，挖開咗石榴樹下嘅泥土，但先至挖咗一泥土，泥土入邊就露出咗一啲黑色嘅毛髮。最終經過挖掘，差人眼前赫然出現兩具小朋友嘅遺體。之後差人聯繫咗余金蓮，經余金蓮辨認確認，兩個受害嘅小朋友正正係佢嘅細仔同細女，而且根據法醫報告顯示，兩個被害者都係窒息身亡，仲有細仔嘅後尾枕有黑碰傷。根據法醫提供嘅信息，差人推測呢兩個被害者係被兇手殺害之後埋喺石榴樹下。咁到底係邊個會對呢兩個弱小嘅被害者下咁狠嘅毒手呢？差人介入調查之後，好快就發現咗疑點。原來案發之後，余金蓮嘅大女劉婉玲表現得極度反常。喺得知弟弟妹妹遇害嘅消息之後，劉婉玲非但冇難過嘅神情，反而表現得異常冷漠，甚至唔配合差人嘅調查。而且喺案發之後第3日，劉婉玲嘅男友蔣貴陽仲帶咗一啲錢財去劉婉玲屋企，對劉婉玲嘅父母進行一啲口頭安撫。但安撫咗冇一陣，劉婉玲同蔣貴陽呢就轉咗口風，話差人辦案效率低，仲揚言要去舉報。按理嚟講，劉婉玲嘅弟弟妹妹被害，作為家姐，第一時間多多少少都會難過。但係劉婉玲甚至連眼淚都冇流過。其次，蔣貴陽作為劉婉玲嘅男朋友，喺劉婉玲屋企發生咁嘅事之後，非但冇對調查案件嘅差人表示感謝，反而怨差人破案效率低。呢兩個舉動都引起咗差人嘅懷疑。更加奇怪嘅係，原本對細佬妹妹遇害唔上心嘅劉婉玲，喺之後嘅日子入邊，成日帶住蔣貴陽上門詢問差人調查嘅進展。本來劉婉玲作為家姐關心下都冇咩唔妥，但佢之前唔在意嘅樣，同而家嘅態度完全相反。呢個令差人察覺到唔對路。之後差人就將調查重心都集中喺劉婉玲同佢男友蔣貴陽身上。隨住差人調查深入，劉婉玲嘅嫌疑亦都越嚟越大。因為事發當日淨係得劉婉玲同弟弟妹妹喺屋企，但係佢話唔知細佬妹妹去咗邊，呢明顯就係講大話。而且余金蓮發現屋企嘅鋤頭被人喐過，但係最近屋企冇人用過鋤頭，而家鋤頭上卻沾滿咗泥土。
差人之後將鋤頭上嘅泥土同埋施地點做對比結果顯示鋤頭上嘅泥土同埋施地嘅泥土吻合，所以呢把鋤頭就係作案工具。同時差人亦都發現鋤頭上有血跡，經過 DNA 檢測，差人發現鋤頭上嘅 DNA 同余金蓮嘅細仔吻合。根據以上種種線索，劉婉玲成為咗重大嫌疑人。之後佢就被差人帶返警局問話。經過差人問話，劉婉玲一開始仲係堅稱佢唔知弟弟妹妹去咗邊，但差人都唔係容易呃嘅，因為劉婉玲嘅口供根本就同事實不符。差人亦都意識到劉婉玲越係咁做，就代表佢嘅作案嫌疑越大，於是差人就想辦法攻破劉婉玲嘅心理防線。差人話佢哋已經拘捕咗蔣貴陽，而且蔣貴陽已經交代晒所有事，希望劉婉玲可以如實交代，唔好再隱瞞。之後劉婉玲忍咗好耐，最終喺巨大嘅煎熬之下，向差人承認咗所有事情經過。喺劉婉玲嘅講述入邊，一宗活埋至親嘅血案浮出水面。1978年係劉月華同余金蓮結婚嘅第2年，呢對夫妻喺呢一年生咗個女，改名叫劉婉玲。嗰陣時計劃生育政策正喺度嚴格執行，國家對二胎嘅管控十分嚴密。劉月華夫婦二人亦都冇再要小朋友嘅打算，所以劉婉玲作為屋企嘅獨女，細個就係劉月華夫婦嘅心頭肉，真係含喺個口怕溶咗，捧喺隻手怕跌咗。劉婉玲嘅生活亦都過得無比幸福。不過到咗1995年嘅時候，國家對計劃生育政策嘅監管放鬆咗，農村嘅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好難徹底鏟除。劉月華夫婦始終認為生個仔先至可以為老劉家傳宗接代。嗰陣時嘅劉婉玲淨係得17歲，佢對於父母仲想生小朋友嘅做法十分反對。正值青春期嘅佢覺得父母再生一個小朋友只會分薄原本屬於佢嘅愛，所以劉婉玲日日喊交扭計，極力阻止。但係劉月華夫婦對劉婉玲嘅態度卻完全無視。好快余金蓮就順利懷孕，不過可惜嘅係呢一胎都係個女。於是到咗1996年嘅時候，余金蓮又再一次懷孕，仲生咗個仔。劉月華兩公婆想傳宗接代嘅心願總算達成咗，但係麻煩嘅係而家屋企足足有咗3個小朋友。劉月華仲因為超生被罰咗1萬蚊，而且劉家本來就唔算富裕，而家屋企又多咗2張口要食飯，使費自然更加大。所以劉月華同余金蓮為咗養大3個小朋友，四圍借錢，日子耐咗就欠下咗唔少外債，生活呢亦都變得越嚟越拮據。而呢啲生活上嘅轉變，對於劉婉玲嚟講，佢係完全冇辦法接受嘅。首先，父母以前所有嘅心思都放喺佢身上，但係而家原本屬於佢嘅關愛，全部轉移咗去弟弟妹妹身上。尤其係劉婉玲發現劉月華每日都會攬住個細仔，老豆對細仔愛不釋手嘅模樣，令佢心入邊充滿咗怨恨。其次，屋企因為超生被罰咗1萬蚊，生活變得咁拮據。老豆劉月華呢個時候就要求大女劉婉玲出去打工，賺啲錢幫補家用。劉婉玲就以細佬妹妹仲細，需要人湊為由，拒絕咗劉月華嘅要求。所以劉婉玲亦都繼續留喺屋企，從一個遊手好閒嘅少女變成咗一個全職保姆。但係劉婉玲根本就唔係發自內心想去照顧細佬妹妹，佢覺得喺襁褓入邊嘅呢2個細路係災星，唔單止將佢原本幸福嘅生活徹底打亂，仲搶走咗原本屬於佢嘅一切。所以每逢父母出去做工之後，佢就將弟弟妹妹丟喺一邊，完全唔理唔睬。有時弟弟妹妹喊到拆天，佢亦都當作聽唔到，更加唔使講叫佢幫手為弟弟妹妹食飯換尿片啦。劉婉玲原本以為咁樣就可以發洩心中嘅怨恨，甚至話唔定仲可以陰差陽錯解決咗呢2個拖油賓。但係劉婉玲卻冇如願以償，細佬妹妹一日一日長大，劉婉玲心入邊嘅怨恨亦都越積越多。隨住細佬妹妹識得行路之後，劉婉玲會成日對住細佬妹妹大聲嗌鬧，後來仲變本加厲對住細佬妹妹拳打腳踢。呢啲行為亦都搞到細路仔嘅弟弟妹妹一見到劉婉玲就驚。每逢劉月華夫妻唔喺屋企嘅時候，弟弟妹妹都係驚驚青青縮埋一角，唔敢大聲玩鬧，驚唔覺意做錯咗啲咩就激嬲咗劉婉玲。等劉月華兩公婆放工翻屋企之後，弟弟妹妹先至可以放膽放聲歡笑。但係弟弟妹妹嘅呢個舉動反而更加火上加油，惹怒咗劉婉玲。劉婉玲覺得呢2個細路根本就憎死自己，
話唔定將來唔知幾時仲會聯埋手嚟告佢一狀。再加上劉婉玲長年累月對弟弟妹妹嘅怨恨，佢開始諗起一啲好恐怖嘅念頭，但係呢啲念頭都只係一閃而過。劉婉玲亦都冇真係想去實行，直到佢遇到咗一個人，先至令佢呢啲可怕嘅諗法真正生根發芽，付諸行動。1999年，劉婉玲都20歲啦。喺村入邊呢個年紀嘅女仔已經到咗談婚論嫁嘅歲數。村入邊嘅鄰居亦都幫劉婉玲介紹咗好幾個男友。喺咁多男人當中，有個叫蔣貴陽嘅男人吸引咗劉婉玲嘅注意。蔣貴陽自信陽光灑脫，仲好識得男女仔開心，呢樣令劉婉玲一時間就沉淪喺蔣貴陽嘅溫柔鄉入邊。劉婉玲覺得自己喺蔣貴陽度感受到咗愛，雖然屋企入邊父母嘅愛少咗，但係蔣貴陽佢俾咗佢一啲慰藉。於是劉婉玲決定同蔣貴陽成為情侶，用蔣貴陽嘅愛填補親人關愛嘅空缺。就咁樣，劉婉玲將自己原本對父母嘅依賴慢慢轉變成對蔣貴陽嘅依賴。為咗令蔣貴陽開心，佢完全冇咗自我，甚至對蔣貴陽言聽計從。驚到蔣貴陽會離開自己，於是兩個人相處咗冇幾個月之後就同居咗。但喺當時嗰個年代，劉婉玲同蔣貴陽未婚同居嘅行為仲係好難被大眾接受。有一次，蔣貴陽大搖大擺咁從劉婉玲間房行出嚟，啱啱被余金蓮撞到。余金蓮係過來人，佢好清楚嗰個年代女仔嘅貞操係天大嘅事，所以余金蓮冇將呢件事聲張出去，當自己冇見過。但余金蓮為咗劉婉玲嘅幸福，喺嗰件事之後，余金蓮揾到咗蔣貴陽，想同佢商量下劉婉玲同佢嘅婚事。但蔣貴陽淨係得個小保安嘅工作，一個月人工少得可憐，有時連自己都養唔活，更唔使講要成家立室呢。不過余金蓮並唔介意蔣貴陽嘅收入，佢只係唔想劉婉玲被人扣上唔檢點嘅帽子。於是余金蓮向蔣貴陽提出，劉家可以唔要彩禮，但一定要有樓先可以結婚。但蔣貴陽邊度有錢買樓啊？喺萬般無奈之下，佢揾到劉婉玲喊苦。劉婉玲就覺得余金蓮多管閒事，於是佢揾到余金蓮，話自己非蔣貴陽不嫁，就算蔣貴陽窮都要跟佢一世，仲指責余金蓮干涉佢嘅婚姻自由。但余金蓮作為母親，佢考慮嘅係劉婉玲下半生嘅幸福，所以喺呢件事上並冇讓步。就咁樣，劉婉玲同蔣貴陽嘅婚事就冇咗下文。另一邊，蔣貴陽亦都起咗歪念，佢發現劉婉玲對自己嘅弟弟妹妹非常冇耐心，成日對佢哋非打即鬧。於是蔣貴陽打算從劉婉玲嘅弟弟妹妹身上揾啲不義之財。有咗呢個諗法之後，每當劉婉玲揾到蔣貴陽喊苦，話屋企父母唔同意婚事，想拆散佢哋嘅時候，蔣貴陽都先假意安慰劉婉玲，然後就灌迷魂湯俾劉婉玲。蔣貴陽同劉婉玲講，如果冇弟弟妹妹嘅話，佢嘅父母都唔會拆散佢哋，甚至會直接俾一套樓佢哋。佢哋而家亦都唔使為咗買樓而發愁。劉婉玲覺得蔣貴陽講得冇錯，如果冇弟弟妹妹，咁屋企嘅一切都係自己嘅。蔣貴陽就咁樣一邊煽風點火，一邊籌備住下一步計劃。冇幾耐之後，蔣貴陽發現劉婉玲對細佬妹妹嘅態度更加差咗，於是蔣貴陽向劉婉玲提出將佢嘅弟弟妹妹拐賣掉，咁樣就可以換到唔少錢，佢哋亦都有錢買樓結婚呢。劉婉玲聽到蔣貴陽嘅諗法之後，好爽快就接受咗佢嘅提議。之後兩個人就開始四圍打聽人販子嘅消息，但當時佢嘅細仔都已經4歲咧，4歲嘅細路已經識得記事同講話，好多人販子都唔願意收呢個年紀嘅細路，所以拐賣弟弟妹妹嘅計劃就泡湯咗。呢下劉婉玲同蔣貴陽又開始發愁啦。不過蔣貴陽喺呢個時候又獻出咗妙計。蔣貴陽同劉婉玲講，既然根本問題出喺弟弟妹妹身上，不如乾脆將佢哋解決咗，啖樣一嚟，所有問題就迎刃而解啦。聽到呢個計劃之後，劉婉玲一開始係拒絕嘅，因為無論佢再點討厭弟弟妹妹，佢哋始終都係自己嘅至親，而且呢個計劃嚴重違法。劉婉玲仲係識得分對錯嘅，但蔣貴陽並冇放棄，佢每日不斷地向劉婉玲洗腦，甚至扮可憐博同情。本來就對蔣貴陽言聽計從嘅劉婉玲，好快就迷失咗心智。喺蔣貴陽三番四次嘅游說之下，劉婉玲一步一步走向咗犯罪嘅深淵。最終喺2000年11月11日呢一日，
劉婉玲趁住父母唔喺屋企，淨係得佢一個留喺屋企照顧弟弟妹妹。佢首先用堂弟弟妹妹去後山玩，兩個細路對家姐劉婉玲完全冇防備，拎住糖果開開心心咁以為家姐終於帶佢哋出街玩呢。另一邊，蔣貴陽就從劉婉玲屋企拎咗一把鋤頭，喺後山嘅密林入邊挖咗一個深坑。蔣貴陽準備好之後，劉婉玲就帶住兩個細路去咗後山。就喺兩個細路跑跑跳跳玩得開心嘅時候，蔣貴陽突然用繩緊緊勒住妹妹嘅頸，直到妹妹斷氣先至停手。側邊嘅細佬見到呢一幕，即刻放聲大喝，跪喺地下拉住劉婉玲嘅衫角，苦苦哀求劉婉玲唔好傷害自己。劉婉玲見到細佬嘅樣呢，真係於心不忍。但係側邊嘅蔣貴陽直接拎起鋤頭，狠狠咁鑿喺細佬個頭度，細佬即刻就暈咗過去。之後兩個人將仲未完全斷氣嘅被害者活活埋咗入深坑入邊。之後佢哋又驚被人發現，於是填埋好深坑之後，兩個人又喺上面種咗一棵石榴樹，之後就翻咗屋企。直到余金蓮翻屋企先發現弟弟妹妹唔見咗。差人聽完劉婉玲嘅講述之後，火速趕去蔣貴陽嘅屋企。呢個時候嘅蔣貴陽得知劉婉玲被拘捕，佢知道件事已經穿煲，正喺屋企慌慌張張咁收拾嘢，準備走佬去外地。點知被差人喺佢屋企捉個正着。最後差人再次審訊蔣貴陽二人，二人如實交代咗事情嘅原因同經過，兩個人嘅口供亦都冇出入。最終劉婉玲同蔣貴陽亦都因為故意殺人罪被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父母重男輕女嘅觀念，為劉婉玲嘅犯罪埋下咗一粒種子。呢粒種子經過卑鄙小人蔣貴陽嘅嬌攰，最終開花結果，令劉婉玲都走向咗萬劫不復嘅深淵。以上就係今期嘅全部內容，歡迎喺評論區同我哋互動討論。呢度係鍾 Sir 講案，我係鍾 Sir，我哋下期見。